南辕北辙。nga lwa to te。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欢迎收看快乐汉藏语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所学的内容。老主座，今年老大了几百个数学，大家记老这些经验，同妈的老的公民弄的能想就这些。下用羊圈，羊圈，路ra，路ra，窟窿，窟窿，恐怖，恐怖，后悔，后悔，绝罢，绝罢，羊圈破了个大窟窿，羊圈破了个大窟窿。路ra啦恐怖千不是多月，路ra啦恐怖千不是多月。同学们，我们今天来学习寓言故事南辕北辙。我们先来学习这节课的新词语、新句子。老主座，这里我今念的nga wa to te se we hop che的种经验，同妈我今念的名字啥巴的记得。名字啥巴？把式，咋熊话？盘缠，lam针，硬要，醋，那个人和车把式硬要往北边走。没得当卡罗瓦尼醋些呢，熊熊是学把这。洛登，你看这个故事真好玩，别人提醒他走错了。罗德，当见的我们我差些的呀，没去考了，若侬所写那我看了没呢？在战国时期，有个人想去南方，而他所走的路却是朝向北方。战国一个了，没去老熊着给那样，啷么去个熊熊了送话的？他却满不在乎地说，他的车夫是个好把式，盘缠多，他不怕，硬要往北走。可侬啊团不起呢，你看了啊老早熊嘛样啦，狼战就猛不可越比，就抓紧越写过的，而自己熊的学吧的。这是哪儿跟哪儿呀？这样岂不是越走越远？哈哈，在团结干那些人，热心，他这里奔着来买的当。他若不赶快亡羊补牢，是肯定无法到达他想去的地方。看见就把学点嘛个呢，容易上山了，团他就嘛的呀。他这样背道而驰的行动真可笑。可上路都学写出的，你呢给着么些的呀？好啦，同学们，看完了这段情景动画，你们知道这些词语的含义是什么吗？呀，老主座，我人的做了大杂技，却这个民间的那个高等黑熊，他念这些把式在这儿指精通某项专门技艺的人。咋熊话呢？前年贡献个老早空的这边米拉些。盘缠就是指路费的意思。啷这呢？啷的冬季若送那个硬要，坚决的或执拗的要。醋呢？他记得让跟的巴达啦，难得些巴拉些。同学们，
了解了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、新句子，现在让我们共同来读一读吧。老主座，第一个名词三班的呢，老中学杂技，大家今年的经典啊。伦敦下雨，把式，把式，咋熊话，咋熊话，盘缠，盘缠，冷战，冷战，硬要，硬要，醋，醋。那个人和车把式硬要往北边走。那个人和车把式硬要往北边走。没得当卡罗瓦尼醋些呢，熊熊是学把式。没得当卡罗瓦尼醋些呢，熊熊是学把式。骗子怎么做啊？老主错，第二个名词三班呢，很恶凶。大概就话那座椅切错了具体连接。五个他年道理，两者一把的供应价格，切去上路一模一样的连接。呀，老主错，切去来用大把的工人，卡，两者，要熊，连着送。同学们，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。老主座，大家就第二路边他年三八点到下中这些。把式，把式，把式。盘缠，盘缠，盘缠，硬要，硬要，硬要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学了一些新词语，让我们来共同书写一下吧。第二，我记他年三八个中月的，但我今年的禁止一答啊。咋熊话？冷战，醋，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再见。老主座，第二个路径的年长下来人打的目击。